虽然 COVID-19 疫情冲击国内外旅游产业，不过危机嘛是转机，意外带动一波 VR 观光的商机。所以昆山科技大学在暑假期间嘛特别开设环境导览系统的相关课程。由旅游系，同时嘛是资深管理系教授吴国良在线顶开课，给人看到这套系统透过师生合作，不管是运用在夜间的量行空山节。互大家唔免到现场，就当看到完整美丽影像记录。也是替肯定游客中心的室内空间设计多媒体导览。另外，运用该系统，毛学校新生真紧就当实施校园环境，相当方便。老师强调，就是依照个案定做，而且用电脑或是手机啊，就当看，嘛成为疫情期间虚拟观光的一大焦点。透过这些系统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时的状况把它记录保留下来嘛。哦，那让没有去过的旅客，或者是说你去过，你想要再次浏览的，你都可以实际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做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导览啊，去看当时的现况。那再来，目前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也不能出国。那如果说我们有国外的团队有做相关的观光旅游景点的这些导览的话，那以后的应用可以做成类似像线上的旅游团。为了提升旅游系学生，不止从事专业的导游，透过这套系统的学习，麦当向饭店、市场等各行业接案，提升竞争力。毛已经带领助教的毕业生认为前景看好。从这里面就是学到一些。就是设计的软件，然后还有一些图示该要放多大、放多小，就是有一些基础的概念。在未来如果想要去找另外的网页相关职业的话，也比较有一些基础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东西。未来的任何产业，我个人认为是跟资讯科技都脱不了关系啦。像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以后如果说是我们5G 的时代更普遍的话，它可以更快更及时，能让你到各个场域去各个观光景点去看嘛。该校除了把许多互学生提早学习，已经向教育部成立南区甲关田的观光工厂等产学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技能。电视新闻管制采访报道。